讓我們學習如何平移和變焦。當手圖標激活時，只需左鍵點擊鼠標並拖動畫布即可。其實沒必要，因為為了達到同樣效果，你也可以按滾動器拖動畫布。你可以用鼠標滾動器上下移動畫布。如果你按 Shift 鍵並滾動，畫布會向左或向右移動。滾動時按住 Ctrl 鍵可以放大和縮小。注意鼠標光標是縮放中心。在觸摸屏上進行縮放和平移非常簡單，你只需用2根手指觸摸屏幕，拖動手指平移，捏合小看拉近，捏合縮小。由於畫布是無限的，有時我們會忘記畫作的位置。為此，我們在圖形菜單中設置了中心繪圖按鈕。